管他去死的举手。好，有人猜对耶。追杀心形圈。好了，我们唱一下心形圈，喜欢吗？我发现歌迷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甜甜滋味的恋爱感，对吧？在恋爱中的举手。没有恋爱中的举手。管他去死的举手。好啦，开玩笑了 ，OK。我们来一起唱一下《心形圈》，送给我们自己的内在小孩，好不好 ？OK。而且在玻璃上面画星星的圈，不见见不见，你终于出现，听不进却对爱死心眼，希望着他爱情走很远，我与我之间画星星的圈，然后碎碎念，想象你听见空中。